各位馬迷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田雞開講，我係田雞啊。今條片啊，俾翻大家就係嚟緊10月19號星期日沙田賽馬日啊嘅兩匹心水鋼膽啊。咁啊，今次就揀咗第3場同埋第9場啊呢兩場賽事啊。首先啊，第一隻心水啊，就係呢一場第3場啦，4班1800米賽事嗱，都成日同大家講，其實呢一啲中長途賽事咧，好少話有啲乜嘢馬咧係突然冇開成績又可以爆到出嚟噶啊，跑來跑去都係嗰幾隻啊，或者係一啲新進嘅分子，一啲側身馬會比較好啊。嗱，咁啊，今場啦都會想揀翻就係近排咧呢一隻嘅馬匹咧，都好明顯係進步咗噶啦。上場哇係咁啊，個騎師唔知話跑咗啲乜翻嚟啊，咁啊跑得好差嘅上次，咁啊今次啦都換咗人啦嚇，咁係邊一隻咧？就係呢隻13號啊，雙贏梁家俊、文家良啊。上一仗啊，潘明輝跑呢一隻雙贏啊，發揮上真係好差噶吓，咁啊當然咁啊可以賴一賴個12檔啦，令到呢一隻馬出閘咧都唔可以守翻一啲靚位啊，有利佢嘅位置啦吓，咁啊但係咧始終都係冇乜話諗過啊，度過去點樣跑呢一隻雙贏啊上一場，咁啊今場啊梗係換人啦，換咗梁家俊啊。梁家俊都幫文家良去日本咧，去跑隻金鑽貴人噶啊，咁啊騎練合作都比較多啊今季。咁啊雖然就話金鑽貴人輸咗，但係呢一隻雙贏啊，應該都可以補翻中啊吓。嚟啦，同大家一齊睇翻上隻雙贏啊，同一個路程場地點樣發揮先。3次第二第4。好，嚟日起步嘅時候啊，年年有福咧，都慣例都係慢啲噶啦。前面走咗出嚟嘅馬有至尊完美，外邊啊東方飛影添，打咗邊啊！再見到中間有掌聲啊！嗱咁啊12檔咁啊一定係留後噶啦，依家橙衫黑帽就係雙贏。第4位埋邊啊，風起雲湧；第5位夢照發啊，內欄啊，粉紅眼罩咧進佔第6、7度啦，仲有爆出美麗出邊粉紅衫、粉紅帽係北海道啊。後啲嘅馬匹啊，光輝歲月綻放的心啊，出邊藍白環間衫啊，包裝旋風啊，內欄進佔尾5，淺藍衫幸運同行啊，尾3藍眼罩橙衫雙贏啊，後邊兩匹馬分別係歡樂老窩啦，咁啊同埋一隻咧就年年有福嚟噶，咁啊向住呢個咧就係1000米嘅段柱進發啦，前面放咗出嚟嘅馬就至尊完美啊，外邊北海道咧就走上去喎，咁啊第3位啊東方飛影啊，內欄第4咧就風起雲湧啊，第5位掌聲啊，內欄第6仲有爆出美麗啊，響外邊夢照發，中間光輝歲月啊，內欄淺藍衫咧仲有幸運同行啦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綻放的心包裝旋風啊，尾3橙衫係雙贏啊，後邊嗰2匹馬分別係歡樂老窩啦，暫時殿後咧都仲有一隻年年有福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哇嚇！咁啊呢隻雙贏重重圍困啊！咁啊潘明輝仲未決定到攞出定攞入呢啊！橙衫黑帽啊！面都仲係至尊完美佔先嘅，北海道就響佢外邊啊，東方飛影喺外邊黃衫啊，掌聲4踏冚上去啦，入邊呢，咁啊仲有紫色眼罩白衫風起雲湧啦，中檔位置爆出美麗啦，響外邊呢，追上嚟嘅馬有隻歡樂老窩喎，最後200零米啦，東方飛影透出，掌聲追緊佢，中檔位置爆出美麗，出邊追係歡樂老窩，攝入邊上咗個風起雲湧，最後100米東方飛影佔先，掌聲響第2位，內欄打上嚟仲有風起雲湧，出邊啊爆出美麗，接近終點東方飛影。哇！雙贏啊，個追勢幾勁你見到，但係咧早段入正直路，潘明輝等嗰個死位嚟嘅呢嚇。咁啊晨早跟住掌聲嗰啲一齊衝出去呢，基本上呢一隻雙贏上一仗呢應該係贏到馬添㗎啦。即係人哋嗰啲東方飛影啊，爆出美麗又叫做跑啱晒，你隻雙贏就喺度失下，咁啊梗係輸翻嚟啦嚇。本身個檔位已經唔好噶啦，仲要搞一啲咁嘅嘢啊，論盡啊。所以啦，你見潘明輝今季話搞咗咁耐，都唔係話冇實力馬都開唔到齋，其實都係有原因噶呢一啲。咁啊，所以啦，今次呢一隻雙贏都換人啦，俾阿梁家俊去試一試啊吓。最重要咧，今次個檔位都有啲轉變，就有翻個3檔，
同場嘅馬匹其實近排啲表現好似都唔係話太好嘅咋，除咗上場同場跑嗰啲爆出美麗，今場潘頓騎翻啦。你見到嗰啲一支箭啊、明亮天下近排啲表現咧，真係唔係話太好噶，啲甚至係雙位數字嗰啲翻嚟添啦嚇。所以啦，今場都想揀翻一啲啦，減咗少少分啊，孭翻啲輕磅，不嬲都係有翻啲成績嘅雙贏啊嚇。雖然就話難贏咋，但係你見到佢頻頻都係得閒上下名咁樣撲到上嚟嘅，加上又轉咗倉呢一隻雙贏，之前喺容天鵬馬房呢都叫做養得唔錯噶，咁啊轉咗去文家良都係要搏馬噶啦。你見文家良近一兩季都係，因為都就快退休噶啦嚇，所以啦呢一隻13號雙贏呢，第二匹心水都值得揀翻啦嚇。接下落嚟啦，就係呢場第9場啦，3班嘅1400米賽事。嗱，咁啊呢一場呢，其實都幾多實力馬喺度噶，好多中心馬啦。咁我就會想揀翻呢一隻馬呢，其實就係埋門啦，操練真係準備做足噶啦，都係有幾課呢係好靚嘅集俾你睇到啊，都係一啲側身嘅分子啦，升班上嚟挑戰嘅馬匹啦嚇。咁我覺得係值得留意翻啦，就係10號同心同樂啊，艾少禮、尤達榮啊。嗱，咁啊同心同樂都係好快前速啊，嗰啲子彈快馬嚟噶，用上艾少禮咧真係值得加分噶嚇，因為其實艾少禮都有好多代表作啦，係跑前領嘅嚇，咁啊我做到嗰啲都係艾少禮之前嗰啲私家馬啦，喺佢胯下咧都好幾 win 啊，成日上 pace 啊咁樣嗰啲嘅啦，咁啊今次啦呢一隻同心同樂升咗班啦，用翻艾少禮去跑呢就值得買啦，上次田泰安跑咁啊，梗係唔要啦。但係啦，用艾少禮就唔同啊，呢一啲馬。咁除咗話呢一隻同心同樂上次用上田泰安跑呢個3班嚟噶啦，都可以跑到個第4之餘呢，其實埋門啲操練功夫呢都做咗唔少噶。嗱，呢一隻嘅同心同樂啦，上咗從化試貨泥閘啊，自己一放翻嚟啦，埋門啦，艾少禮都親自上陣幫佢試啊嚇，都係自己放到翻嚟，連贏2課大閘噶。咁啊嚟啦，同大家睇翻呢一隻同心同樂近排貨泥地大閘點樣跑先啊出閘啦，咁啊大家齊嘅，咁但係中間快啲就係辣德駕駛。嗱，咁喺外檔慢慢拍埋嚟啦，黃衫啊嗰隻就係同心同樂嚟嘅。係啦，咁啊睇翻前邊仲有快嘅馬呢，就天火同心啊，咁啊黃衫嗰隻啦。咁啊中間第3位呢，就黃衫綠就英勇名區啦，咁但係走順咗之後呢，出邊走埋上嚟就黃衫黑帽啊同心同樂啦，同埋就黃寶區啦。咁啊後邊嗰陣馬啦，貼欄位置呢，就藍衫藍帽鐵甲縮龍啦，中檔藍衫黑帽紫面箍呢，就始終如一，喺尾3位置呢，就係嗰隻叫盛世威風，尾二白衫呢，就係呢隻嘅細水長流，暫時包咗落尾就係暴風一族就粉紅衫嘅。開始轉彎嘅時候啦，咁啊最後大概得翻500米度啦。咁啊前邊帶頭呢係中檔位置同心同樂喎，佢帶開咗成個零2個馬位㗎啦。嗱，咁啊你見到呢一隻同心同樂，艾少禮都冇話刻意啦去貼住條欄跑㗎啦，早段都唔主動添啦嚇，3碟咪3碟咯，照住順住走啊嚇。辣德駕駛貼欄第2啦，中間就黃寶區，咁啊入邊位置白帽天火同心，出邊英勇名區盛世威風始終如一，最出嚟細水長流，馬林中間藍帽呢就鐵甲縮龍圓爛上啲暴風一族，咁啊最後100米嘅時候，前面同心同樂灑開大步呢，都拋開咗個馬群成3-4個馬位就贏出呢組試閘㗎啦，英勇名區中間。嗱，同心同樂就彈得晒贏嘅，咁啊呢一啲都係基本嘢啦，當然要做得到啦，因為其實同場啦呢課試閘嗰啲馬匹就唔算話太強嘅，所以呢一個嘅表現啦係正常噶，絕對唔係話好突出，但係啦你拋甩後面嗰啲唔太勁嘅馬呢，去贏馬呢課閘呢係必須要做到嘅嘢啊，咁啊呢一隻同心同樂都可以做得到。咁啊，3班上季尾都係跑過噶啦，用田泰安有個第4，今次用翻贏馬拍檔艾少禮先啦嚇。同場都有少少實力馬嘅，即係神馳啊、非凡豪傑呢一啲都係好啦，哈羅威嗰啲都係好忠心啦。但係咧，同樣都有啲唔知想點嘅馬匹喎，即係唞咗一排傷患有嘅寶然得啦。
轉咗場地嘅假面騎士啦，跑開泥地，今次又無啦啦跑沙田嘅草地啊，咁啊，所以啦，今場其實實力馬有嘅，但係啦，唔太話有表現啊，實力上又唔係話太好啊，樓下嗰啲馬都喺翻度啊，所以啦，呢一組啦唔算話太強嘅三班啊，咁啊呢一啲同心同樂，點解？所以話就算你話升班上嚟挑戰啦，都係值得揀翻噶。尤達榮又開咗齋啦，已經又唔使話擔心佢啊冇表現啦，今季啊。所以啦，呢一隻10號同心同樂應該順利啦，擺咗喺前面走，睇翻個表現如何啦。8檔呢，唔係話太難搶到啊，因為同場快馬阿基拉啊嗰啲又抽咗一啲13檔啊嚇。所以啦，呢一隻不容賴低啦，大家。最後啦，多謝大家一路以嚟支持啊！大家有咩心水想同我分享，都留言同我講啦。下條片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。如果有興趣加入我哋田雞開講嘅大家庭，可以去翻 YouTube 嘅首頁，再撳簡介，去下面加入田雞開講嘅大家庭。每一個級數都有唔同嘅心水俾翻大家，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嘅喜好去揀翻唔同嘅級別。中意嘅話可以訂閱我哋頻道，撳翻個鐘仔，仲有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。下條片再見。